包含盐水护庇宫、南巡36桩香科大典绕境活动。10月31号开始，10月31号也有直播，也有拍摄影片呢。10月31号，新营护镇后镇啊，后面的后镇保安宫庙会。田寮永和宫的田寮永和宫对面出了一位台南一中的校长啊，念竹埔国小的毕业的呢，后来应该也是念台南一中的了，后来做台南一中校长。念竹埔国小的时候是被朱昌海老师教的呢，朱昌海老师后来教河南国小，后来在王文博当校长的时候改名为地头港国小。王文博校长，他是研究那个南宁台南县的庙会、宗教寺庙，很有名的。王文博先生是成功大学历史系毕业的。是我的校友。这是地头港，村民都念烂头港。烂头港的桥头，大桥的南边桥头那边，右边那个就是远方那个就是郡天宫了。那这里有宋江镇，还有代天巡狩的神教在等待绕境的阵头。你看绕境活动最后一天在盐水第4区绕境，直播就花了将近3个钟头。阵头很多了。大将公庙、茄东角、嘎当卡，新营家荒里大将公庙，神教阵头阵容最庞大。另外台北的行安堂了，台南坤沙宫了，台南三老爷宫嘛，阵容都很庞大。另外也有大天后宫、延航天后宫都有参加活动。新营的延平郡王府啦、龙虎宫天恩堂啦、真武殿啦、同济宫啦、济安宫啦，等等都有参加活动。还有盐水大丰南天宫，盐水的镇安宫，盐水开基宫，阵容都很庞大。还有很多宫庙，地头港的、南头港的郡天宫啦、九天烽火宴啦，还有供奉济公禅师的龙济寺啦，都有参加绕境。湾雅里到茄东延安宫啦，
中寮就叫永安宫嘛，有看到延安宫，到茄东的延安宫参加绕境活动，还有很多宫啊，第一次看到了，北兴宫啊，三太公、三王宫啊，虎库上帝庙了啊，虎库上帝庙，玄天上帝做先锋官了，还有当天来进香的叫慈圣宫，这是慈圣宫的进香团的表演。这个像一格车的，这个上面是一格车，底下的这个是神轿车，也像一格一样叫神轿车、圣驾车、圣驾车哦，公营圣驾车。公营圣驾车，这个山门呢，你看绕境活动都到了东边了呢，要往那个明达中学那边过去的，在明达中学附近呢出现王串了，校门口附近也出现延平郡王府的王串了，开台圣王郑成功的王串了。研究六祖坛经做产品的论文，大声朗读了，用手机程式形状的形、颜色的色、形色 APP 来对植物花草拍照辨识。神龙镇呢，神龙也有比这个更长的。有宋江镇啊，有后寮永庆宫狮镇啊，宋江狮镇啊，狮子老虎狮子那个狮子狮镇，神教的通常都是传统的，都很庄严很好看的。还有盐水大丰蓝天宫的，那个阵容也是很庞大。现在画面最底下那个是屏东龙侯宫，龙的喉咙龙侯宫，36官将36官将也有小朋友化妆的呢，36天罡嘛，有36官将。也有太子爷宫嘛，也有五路财神的赵公明，财神也赵公明，中路元帅赵公明，赵邯郸也是财神也赵公明。绕境活动直播啦，或者是录影的影片上传 YouTube 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然后从手机来观看这个影片目录，这个再送影片上去的，上传影片到 YouTube 了，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很多影片的目录。